6點幾鐘翻嚟上班喎，個富二代好似你咁勤力噶，呢個世界冇敗家仔啊！神差咁早俾你捉我翻水廠啊！唉，記住攞菜上去啊，唔係水廠班人屎都冇食啊！出發，翻水廠。哇，咁多車㗎！掃咩地啊？煮飯咧，冇人排隊喎，4緊啦喎已經。今日應該好快可以走啊嘛。你咪要食埋飯先咩？黐線啊你！蟹炆雞啊！咩蟹炆雞？唔想我死啊蟹炆雞！哦係喎，你唔記得喎，唉真係。凍水沖咖啡喎，我飲咖啡可以減肥添，嚇到我。可以減肥㗎，呢個可以減肥㗎，你要唔要試下？咁又唔見你手？嚇，好得。裝車150桶。搞正。走。翻佛山。終於到啊！潤大汽車城，仲有半棟嘢喺度啊！屌，攞出咁攞法啊班閪佬！開波，半個鐘頭之內解決戰鬥。你今日呢個進度不是很如意喎，炒成大半車，落雨啊！快啲啊！好嘢喎，20分鐘搞掂啦喎！幾人點數啊？快手啲收桶啊！落雨啊！屌！哇，係咁燉，150桶水，然後空桶是6茶了啊，84加34，金融部還沒有收。你先回去，我等一下過來找你。247，哎呦，終於搞掂晒啦！嗱，勤力啲，今晚嚟請我食飯得唔得先？嚇？炸龍啊，仆街，係咁。